喺惠州錯過咗5·1賣房，6月份再出手，會唔會俾其他人買貴咗呢？唔一定。我賣咗接近10年嘅樓噶啦，到底咩時候買樓係最便宜嘅？點樣買最慳錢？我下面講嘅都係我個經驗之談，內容呢可能打破你原有嘅認知。如果你已經買咗房嘅，我建議你劃走，免得浪費你嘅時間。如果你仲未買到房嘅，可以收藏慢慢睇，對你一定有幫助嘅。如果你係發展商，我都建議你劃走，因為呢，我要揭露啲行業嘅內幕。第一個，發展商一般幾時候呢最唔願意降價？比如呢，元旦、過年、2月份、3月份、小陽春，嗱呢啲通通都唔好買，連5·1、11都係未必係最便宜嘅。點解呢？我同你哋講，一年之中買房最貴嘅時候節點呢，就係過年之後嘅2月份、3月份，叫樓市小陽春啊。因為呢，小朋友要開學啦嘛，必須要買房啦嘛。仲有呢，9月份到10月份結婚買房嘅人係特別多嘅。嗱，呢班人係非買不可，導致呢買房需求增加。只要睇樓嘅人多咗，成交嘅人多咗，咁傾價嘅空間肯定係冇咁大嘅。唔單係樓市係咁，商業都係一樣嘅。只要冇人睇樓，冇人成交，樓市呢銷量賣唔喐嘅時候呢，發展商肯定會主動降價，以價換量。嗱，寧願揾少一啲，都想資金快速回籠。但當佢哋知道你非買不可，成交量上咗嚟啦，佢哋呢就會即刻回收折扣。點解最近呢，我哋啲林森大灣呢邊呢，有啲盤係越賣越貴呢？好似木馬湖，因為成交量咯。咁到底呢係咩時候買房係最有着數呢？首先呢，每年嘅6月份、12月，嗱呢兩個時間節點呢，入手傾價空間係比較大嘅。發展商呢衝業績有任務，因為呢佢哋要做半年或者1年嘅財務報表，銷售數據唔好睇嘅話，咁售樓部、大致營銷總、細致呢啲銷售經理或者呢啲銷售顧問都可能會失業。所以呢個時間節點去買房，唔單比較容易破底價，仲有可能爭取額外嘅權益，比如送車位啦、送管理費啦、送家電啦等等，就係為咗完成任務噶啦。第二個，可能好多人都諗唔到，就係每年淡季嘅時候呢，比如4月份清明節，又比如6、7、8月份天氣比較熱嘅時候呢，好多人唔願意出嚟睇樓嘅時候呢，咁成交量固然係會減少嘅。嗱，呢個時間節點呢，反而發展商傾價會比較容易一啲啊，攞到破底價。而且你有冇發覺發展商喺淡季嘅時候呢，特別多呢啲公底房出嚟，就實際上係變相嘅降價，以價換量，先出一批貨，回籠一波資金先，係嘛？呢個時候你入手呢，起碼你唔會蝕底，買來自己住，你唔會買貴。如果你想賣出去嘅時候呢，你入手嘅價錢比人哋低，係咪？如果你睇到呢度呢，仲未劃走嘅，我再俾我嘅老粉3個買房建議。首先聲明一下，我係冇收任何發展商充值嘅，冇有任何利益關係。出發點呢都係企喺我哋嘅普通人嘅角度，用我嘅專業同大家慳錢。第一，買房首選國企、央企或者呢非常之有實力嘅民企，就經過呢幾年嘅洗禮啦，南美嘅發展商呢都已經爆咗噶啦，剩低呢啲都係精英，非常之有實力嘅。雖然呢上面係保交樓，但係保交樓同埋保交樓嘅質量係兩碼事，交樓同埋交樓質量真係完全兩碼事。關鍵呢，而家發展商係冇錢，保收維權特別困難。第二，買樓就係2個選擇，要麼呢係高品質嘅新規戶型，面積唔一定要大，夠用就好噶啦，起碼可以保證5年8年唔會過時。要麼呢係買降價幅度比較大嘅，即係性價比高噶啦，係嘛？
呢啲舊規嘅產品，雖然咧過時，但係你入手價錢低，一樣唔會蝕底。第三，唔好買呢啲賣唔出去、冷門、價錢虛高嘅樓盤。嗱，呢啲盤啊，真係隨時咧來個大跳水，分分鐘唔見首期嘅。或者你有明顯嘅硬傷嘅樓盤都唔好去買。咩高壓線啊、墓地啊、垃圾場啊、污水處理廠呢啲住得唔舒服嘅，後期咧又難賣出去。如果你最近咧喺惠州想買房，怕買錯、怕買貴，唔知道點揀片 K、點揀樓盤嘅，可以私聊我，可以揾我，點翻個 like、follow 翻我。我係阿 Ken，喺惠州買房幫你哋避坑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